来看台病院的团队成功执行亚洲头一个心脏移除了，可以当维持性命的手术。这个病人因为心脏的功能衰竭，无法度使用传统的治疗。即马伫台手术了后，恢复了真好。今仔人嘛出现伫记者会。是亚洲第一次这样子的做哈，以前即使是植入心室的辅助器的时候，心房都还是保留着哈。那目前我们是把心房、心室全部都拿掉。 然后装了2个心室辅助器，模拟人工心脏。好，那希望能够给病人买一个比较长的一个时间。好，那最后要解决这样子的一个问题的话，还是需要做心脏的移植。我们也在这个地方诚挚的呼吁哈，希望我们在这个社会大众能够发挥大爱。 医疗团队表示，讲这个案是一个46岁的查甫病人，心脏病造成心脏的功能恶化，做过真侪届手术，状况嘛是无好。团队是用辅助器来取代心脏的功能。手术了后，病人虽然无心跳，也毋过辅助器有稳定来提供血流，代替心脏，所以病人即马是恢复了真好。